文本扫描仪，刚刚是把那个快图的照片，那照片是拍书本的啦，然后处理了也显示这些文字哎呀，以前用电脑版的都是要有扫描器的，扫描以后图片里面的文字就变成电脑可以复制贴上那个数位文字这个也是很厉害，手机程式就可以做这种事姓什么一啊？是不是1、2、3、4的1啊？大部分都是对的呢，不晓得最后那个字是不是有什么错误。哇，好优秀！难道这个字要做什么？能不能修正啊？哎呀，原来是这样的说要把那个荧幕的字念出来，就是按那个好像分享那个箭头，按那个笔就是编辑啊。按那个可以出现，看看你要用大声朗读来念，还是放到 Firefox， 还是要打开，还是要朗读？还是要传到 Line， 还是要 Line Keep， 或者是 WiFi 快传或翻译？翻译成外国语文的加到 Light、Facebook、Messenger、Light、Gmail、简讯、Mega 二维码阅读器原来二维码阅读器是这样创作出来的记事本原来二维码阅读器是这样产生出来的，好棒好棒还可以有颜色，还有图案QR code 那个码可以这样做那这个要做什么用啊？
根本不好用啊。跑到那里去了。大家嗨呀！路嘞，才走去车来呀！够嗨呀！这嗨呀！这走太人啊！真路哩呀！唔知伊哪会安尼真嗨真嗨！要爱一个中文安尼食咧，那歹找咧。到底是为什么会这样呢？你看，跑不回去了，要找中文都没有办法回去了。哎呀，为什么变这样？没有办法打中文呢？在这里要按照，要按呢，按上去它才会显示啊。
哎，真歹做工课啦！我互字啊一也毋移动啦。啊，靠咯，有够嗨诶！这都毋知要安怎用啊！伊就对了，真正是伊啊！真的是伊啊！为什么这个都这样跑来跑去呀？不容易操作啊呢？还没有办法看到下面那一行，真麻烦呢！哎呀，这怎么工作啊？那这遮住了，这怎么工作啊？要打这里，那被遮住了，这怎么工作啊？哎，这到底要怎么弄呢？难道都没有想过这种事情吗？你看，啊，真麻烦呢，这个地方真的是困难了，因为要打的是最后一个字啊，那个位置就被这个给占用了，真麻烦呢，这个事情要怎么处理啊？诶，真的诶，要按那个一直往下呢，要看到下面的文字就要按这个了，按这个绿色箭头向走这个了。
终于知道了啊！不晓得有没有哪里在处理的过程中把字给删掉了。有没有办法把这个画面的文字念出来？荧幕朗读，你看看有没有下载安装荧幕朗读？可以用手机荧幕正下方有个圆圈圈，按个几秒钟。那时候 OK Google。请呼叫啊，还有呼叫程式哎，按正下方圆圈圈。哎，怎么画面跳走了 ？OK Google， 请帮忙找呼叫是荧幕朗读，荧幕朗读。为什么是警政服务？找不到呢，警政服务竟然找不到，警政服务 APP 竟然找不到了。随处翻译啊！还不如这个文本扫描仪比较好用。文本扫描仪，文本扫描仪是处理文字的嘛？那随处翻译和那个翻译，随处翻译就是要把它翻译成，看你要哪一国的文字啊，转换了，这样才有办法处理桌面啊。打叉按一下，才有办法移动桌面。现在就是要找那个，怎么没有找到荧幕朗读呢？用 OK Google 看看，可以。OK Google， 请连到 Google Play 网站，可以连接网站 ，YouTube 也可以的。好厉害啊！手机的助理 ，OK Google 语音助理，真的是好棒，好厉害啊！连那个问候的那个图文的那个都有手机程式 APP 啊，功夫的啦，音乐的啦，照片的，文书处理的啦，声音转文字，文字转声音啦，画望远镜啦，手电筒啦，音乐学习的啦，内容很多，然后按喇叭来说，跑到哪里去了？哎呀，这个要移走，按打叉，移走，哎呀，真是的，就被那个那个叫随处翻译的，随处翻译给占用桌面了。荧幕朗读，按喇叭说荧幕朗读。你看，网页文字朗读发音，网页文字朗读发音呢？哎呀，荧幕朗读怎么？还有蓝光的过滤器啊，保护眼睛啊，舒适阅读电子书竟然有这种东西。还有所谓的叫做蓝光过滤器啊，免费蓝光护目镜，好优秀啊！减缓疲劳，帮助睡眠啊，舒适阅读电子书，优秀。竟然可以这样。这手机程式 APP真的是内容很多但是
有的都会操作使用中都要出广告哈，做一次按一次广告，做一次要把广告按去除掉，按一次啊，真不容易啊。什么是蓝光哈？原来是蓝光让人想睡觉的哈。佛教说啊，那个电灯开关要开以前要先念嗡啊吽，嗡啊吽，嗡嘛呢叭咪吽，嗡啊吽。这样会避免打瞌睡，真的有这种事啊。这里讲的说是蓝光会让人想睡觉。原来会影响生物钟的调节。你打瞌睡，天气冷，衣服又没有穿够，就很容易着凉。胃肠着凉会拉肚子呢，很可怕的嘞。要保平安哦，要保平安哦。晚上要工作前要先看看，该关窗户、关门了，要避免冷风进来。该加衣服了，要准备衣服了，免得打瞌睡了着凉了。工作很辛苦嘞，压力大，没有做完不能休息啊，那就打瞌睡啊。那就在春天啊，忽冷忽热啊，真危险，要有这个保护的了。或者是开灯之前要赶快念嗡啊吽，嗡嘛你别吽了，嗡啊就是阿爸阿嬷那个啊，吽就是牛，一口字旁一个牛，嗡啊吽，嗡啊吽，嗡啊吽。有没有月亮啊、星星啊？这个按钮不就是叫人家要按下去吗？这个就是过滤蓝光的啦，过滤蓝光的啦，那覆盖其他应用程式哦。哎呀，夜间模式啊，用蓝光的。哎呀，好棒啊，厉害啊！